歡迎嚟到金門釘板工序介紹。傳統釘板之柱及牆身設計準備階段，應合乎蘇恩條例及標準規範。最新圖則包括平面圖、起身圖等，能保 James 批准施工圖則。物料審美、環保、落石屎高度、速度要求。物料嚟料檢查階段，認購尺寸合要求。夾板設計外觀完好，符合指定環保要求。依家等我哋一齊嚟睇睇起地盤係點做嘅啦。第一步，開大線。第二步，開石屎邊紋。第三步，遮紋。第四步，釘手夾板。第五步，釘壓腳板。第六步，動起身木方同夾板。第七步，動車撐同木方。第八步，校起身契水。第九步，安裝膠筒與過山螺絲或有止水功能嘅花紋螺絲。第十步，安裝橫撐。第11步，安裝電圈板及收緊螺絲。第12步，利用清土並水石封合模板契水。第13步，模板底部空隙問英泥沙防膨脹。第14步 ，SRP、TWC 作最後檢查。特殊要求有：連陰角位需作加固處理。最底層螺絲上2粒絲母防爆板，外牆螺絲窿內勾外凸。講晒啦，你識未？